阮伫你的面前同心祈祷，为着今仔日的礼拜，恳求上帝你的圣神降临伫你的圣殿，也进入每一个阮兄弟姊妹心内。你帮咱所有侍奉的同工，互阮的心专一，你的圣神进入阮的内面，互阮带着属天的快乐，互阮用吟诗来摇动人的心，互阮用祈祷来带人进入上帝你的至圣所。愿阮供读上帝你的话，亲像光来进入黑暗中间的人。主求你的圣神踮伫今仔日的圣殿内，互今仔日的礼拜，独独你的百姓来受到你宝贵的耶杂，搁一摆，真侪耶稣基督所呼召的学生，互阮会通活出耶稣基督，互阮会通真勇敢、肯定甲人讲，担得我，无搁再是我，乃是耶稣基督踮伫我内面得我。主啊，将你的教会交用你的手中，主你伫阮的生命中来做工，感谢你，基督我所圣名，阿门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！真欢喜，咱搁三甲主日伫遮，昨咱有一个快乐的运动会，今日搁有遮好的天气，咱向上帝拍开咱的心，咱做伙来敬拜，咱的唱让赞美飞扬。在这美丽的时刻，我们相聚在一起，神的爱拥抱着我们，神的灵充满着你。当晨曦进入他的门，当赞美进入他的园，击鼓跳舞，扬声欢呼，凡有气息都要赞美他，让赞美从四处响起，让音符在空中飞舞，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，让赞美从四处响起，让音符在空中飞舞，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。在这美丽的时刻，在这美丽的时刻，我们相聚在一起，神的爱拥抱着我们，神的灵充满着你。当晨曦进入他的门，当赞美进入他的园，击鼓跳舞，扬声欢呼，凡有气息都要赞美他，让赞美从四处响起，让音符在空中飞舞，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，让赞美从四处响起，让音符在空中飞舞，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，让赞美从四处响起，让赞美从四处响起，让音符在空中飞舞，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。
响起，让赞美从四处响起，让音符在空中飞舞，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，让赞美从四处响起，让音符在空中飞舞，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。感谢主，接下咱的手下面一首，咱的手有一天。这首歌是我最近特别喜欢的歌。在生命中，咱会拄到真侪快乐的代志，但是嘛会拄到真侪互咱感觉绝望的代志。我最喜欢内底的歌词写的讲，有一天，咱可能会失去勇气，有时阵咱就是会想要放弃，但是咱唱到后壁，咱会发现讲，感恩的代志是，无论咱是快乐，无论咱是忧伤，上帝拢会甲咱撒到底底。在生命当中，足侪代志拢一直咧改变，但是唯一不变的就是上帝疼咱，伊要疼咱，陪伴咱到一生的路尾。咱做伙来唱，有一天。有一天，你若觉得失去勇气，有一天，你若真的想放弃，有一天，你若感觉没人爱你，有一天，好想走到谷底，那一天，你要振作你的心情，那一天，你要珍惜你自己，那一天，不要忘记有人爱你，那一天，不要轻易说放弃。
这个世界，这个世界真有一位上帝，他爱你，他愿意帮助你。茫茫人海虽然寂寞，他爱能温暖一切冷漠。这个世界真有一位上帝，他的双手渴望紧紧拥抱你。漫漫长夜陪你走过，他爱你，伴你一生之久。接续最后一首，咱的手帮助听堂手牵你，咱用最后一首歌来接做咱的祈祷，互咱陪伴心来做伙来礼拜。咱的手最后一首帮助听堂手牵你。
专心做伙来礼拜。这时，请咱准备心来敬拜。恁遮有大管营的天使啊，听伊的声，听伊的命令下，拢着俄罗耶和华。恁遮会做伊的正军兵，做伊的车婿，行伊所欢喜的，拢着俄罗耶和华。恁一切受伊创造的，伫伊所管理的逐位，拢着俄罗耶和华。我的心神啊，你着俄罗耶和华。世间情人拢着点情，虔诚徛伫伊面前，无伫看愈世间俗事，逐项问题伊受事。上帝讲伊面的圣殿，咱着敬拜心敬虔。这是咱三个来吟圣诗，学了咱的上帝。圣诗57首，愿大家学了上帝。圣诗57首，请起立吟全首。愿大家学了上帝，伊是阮的到万世，伊怜悯上上万幸，到永永会会改变。主观念无所不能。这更普遍的天地，最怜悯上上万幸，到永永会会改变。主上帝大行高雅，修书百姓他名家。永永
这是咱用使徒圣经来做咱的信仰告别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囝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生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丢伯乐岛林内受苦，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。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，上天，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名，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圣，公道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。做赦免，肉体搁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免。现在请坐。这是咱三个来启应，启应文13篇，启应文13篇。上帝啊，照你的慈爱怜悯我。照你丰盛的慈悲，擦消我的过失，将我的罪恶一尽洗除，也洗清我到无罪。因为我家己知我的过失，我的罪常常伫我的内面。我所犯着的，就是得罪你若定，伫你的目睭前行即号歹，伫到你讲话的时显明做义。判断的是显明公道。我是罪恶中生的，伫罪的中间，我的老母怀孕我。你所爱是心内诚实。我的腹内，你要互我得到智慧。求你用牛赤草洗我，我就清气。求你洗我，我就比洗较白。求你，互我得到听见欢喜快乐的声。互你所压制的骨通欢喜，求你按你的面，无看我的罪，擦消我一切的罪恶。上帝啊，求你互我创造清气的心，互我内面有换心正直的心。我就将你的道路指示有过失的人。有罪的人就要归顺你。上帝啊，你是救我的上帝。我的旨要大声吟诗，学了你的义。主啊，求你开我的嘴唇，我的嘴就要保养你的好名声。因为你无爱祭物，若爱，我就要献。小祭你也无欢喜。上帝所爱的祭，就是忧伤的神。上帝啊，忧伤痛悔的心，你无要看轻伊。这是咱个来吟圣诗，圣诗159首，至圣的神，听阮祈祷。圣诗159首，请坐咧，吟全首。
即时咱三个额头来祈祷。至尊至悬，阮的阿爸天父，阮深深感谢你。你看到阮的欠缺，赏赐阮雨水，解除欠水的危机。鸡卵的进口也暂时互人民安心。总是阮嘛继续祈求上帝降落搁较侪雨水，嘛帮赞台湾的温困实在的鸡农更加稳定出产鸡卵，有稳定的绩效，无因为鸡卵的进口甲恶质的囤积鸡卵的人，伤害着因努力付出的成果。阮嘛感谢你，赏赐阮有5天的假期，互出外的兄弟会当转来。阮日昨有真热烈的亲子运动会，大家感受到真快乐的气氛。阮嘛伫即个假期做伙来悼念阮过往的亲人，因不只是阮生养的时代，嘛是阮信仰的长辈。虽然阮有时对亲人的过往感觉真毋甘，但是阮知，因即马拢安歇伫天家，享受着甲上帝同在的喜乐。阮甲列祖的结连永远袂断离。先人对阮的疼，对阮的培养，阮嘛永远记伫心中。先人对上帝领受的祝福，嘛要继续祝福阮的家族到代代，哪来哪丰盛。阮除了继承列祖的产业，甲列祖的姓，阮搁较希望继承是顺境中满心感谢，伫逆境中心志坚定迄种单纯、独独倚靠上帝的心。愿阮的列祖的上帝纪念阮的先人，继续祝福阮的家族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，阿免。上帝有歌，就是拄起世间的罪，求你怜悯我。上帝有歌，就是拄起世间的罪，求你怜悯我。上帝有歌，就是拄起世间的罪，使我平安。赞美，咱请圣歌队。我是你
即是咱三甲来强守上帝的话。咱先来看一位圣经，记载伫旧约圣经利未记11章44节前半节。利未记11章44节，因为我是耶和华恁的上帝，恁着家己圣来诚圣，因为我是圣。咱再来看一位圣经，记载伫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5章48节。马太福音第5章48节，所以恁着宣传，亲像恁的天父的宣传。以上，正道，主啊，我愿像你，请真牧师。伫咱要当心来学习上帝的话，咱恳求圣神来帮助咱。伫咱要领受圣神的帮助进前，请咱搁当心来祈祷。至圣的上帝，阮自集伫你的圣会，礼拜就是宣告，你是掌管一切、掌管阮生命的上帝。愿这个礼拜荣耀你的圣名。你的囝儿查某囝为着灵命的要告，家己的无知，愿伫你的面前恭敬安静，恳求圣神对阮讲话。自今仔日宣读圣经的执事已经将你的话读互阮听，恳求圣神解说你的话，用足简单的，就是上帝你家己的阳光来吸引阮，毋是通过阮的耳孔所听的，乃是因为阮伫生命的中间，互你光照，主帮助阮，这阮一生的功课，若亲像你，这是阮的祈祷，嘛是阮的欠缺。恳求至圣的上帝怜悯阮的要告，怜悯阮的血气，也怜悯阮的软正。主耶稣，请你永惦阮心内，若毋是因为恁，阮就是一个虚假的基督徒。恳求你踮伫阮的生命中，踮伫阮的家庭，嘛踮伫阮的教会，实在是踮伫你的教会。愿咱的恳求祈祷我给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今仔日我要甲咱做分享的，这是咱一生的功课。咱做基督徒，除了欢喜来跟对主耶稣以外，今仔日200个圣经是咱一生的功课。真有可能咱一生拢无法度亲像这段圣经对咱的要求，因为上帝讲我是完全的，恁着亲像我；上帝讲我是圣洁的，恁着家己圣。家己圣的意思就是，家己看重你生命的清气性。家己圣的意思就是，有所为，有所不为。亲爱兄弟姊妹，愿咱伫一生的中间，因为这个信仰，咱感觉我的生命实在幸福，因为真理互我改变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愿咱伫主的面前发出一个祈祷。今仔日个感动，甲咱分享的动机，是因为伫最近的灵修中间，我读到一个人的传记，伫伊的祈祷文的内底，互我足深的感动。这个人是一个真无简单、真特别的人，伊有一篇祈祷，后来写伫伊死了后才出版的一个日记的一本册。迄本册册名中文叫做《痕迹》，英语叫做《The Markings》。Markings 意思就是讲我生命所看到的每一种的记号。这个人是联合国前的秘书长。伊为着上帝所予伊这个神圣的职分，伊毋是看这个职分做一个政治性，也是一个世界性的真悬的社会地位。伊发现上帝予伊一个足大的使命，就是将12家的价值带予联合国。所以有2个祈祷真感动我。第一，伊甲上帝讲：主啊，求你予我将12家的伦理会带
入去新联合国。这人甚至后来推动伫联合国这个组织的大厦的内底，应该爱有，毋是礼拜堂，应该爱有一个祈祷室。咱知影联合国是一个超宗教、超政治、超语言、超民族。什么种的祈祷室会当互联合国众人拢受到鼓励？后来真正伫联合国的中间有一个房间，就是咧招待人的中间有一间房间，伊正做超越宗教的祈祷室。伊为着伊的生，甲上帝祷告，祝福我伫联合国，我会当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带进这个组织。啊，这咱知影，这是一个无简单的代志，因为联合国是一个最丑陋的所在，因为伊是政治、军事、经济斗争的所在。介简单来讲，伫联合国的中间有拳头尾的人讲话算话。啊，这恁敢知影？其实联合国是一个真无简单的代志，但是伊的动机甲伊的目标是一个足圣洁的，因为伫背后有真侪欧洲的基督徒。因发现政治军事只有会当灭亡世界，并袂当带予世界真正和平。这个人伫伊的祈祷书的内底，后来出版写伫这本册的内底有一句话，就是我今仔日受感动，要甲咱分享的。伊讲：主啊，互世间人看到你，主耶稣，互世间人看到你，主耶稣嘛恳求你。互世间人对我看到你，或者我将这句话甲咱分享，嘛送互兄弟姊妹。今仔日的我，毋是咱，无搁再是我，乃是耶稣基督踮伫我内面的我。咱感觉咱有信耶稣，咱也不感觉咱的所有生活拢为着耶稣来热心。但耶稣兄弟姊妹，世日。咱所做的代志，无一定拢荣耀主耶稣。咱感觉咱信耶稣，但是你的心内无一定有耶稣基督的心最深。圣神帮助咱今仔日的礼拜，是咱生命一个新的开始。愿这个咱的同信耶稣基督的这个叫做韩马绍，这是一本册该翻译伊的名。其实伊的名，伊是丹麦人，所以无介好读。伊的名应该叫做韩马克，汉马克，后面迄个叫做，迄我不要拼音，会当讲少。一个人一生无结婚，一生献予上帝。愿咱兄弟姊妹，上帝所拣选的咱，毋是逐个人拢做牧师。上帝所拣选的每一个基督徒，上帝甲咱放伫世间的各所在，兄弟姊妹，咱听到伟人的故事，并无一定咱一定爱感觉讲，我爱甲伊同款遮尔伟大，我才会当荣耀耶稣基督。毋是，你的亲人若看到耶稣基督踮伫你的内底，这就是耶稣的心意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愿今仔日的圣经，互你决志讲，我愿意，主我愿意。一生学习，亲像你。愿咱甲伊相甲伫地。这个人一生的中间，最重要是受测验，伊比牧师较伟大。因为牧师若要讲，互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得着看见，伫教会内，这是足简单的代志。因为来到教会本身，拢已经有某一个程度愿意。但是若伫这个世间，互人看到，这就是伊的祈祷讲。主啊，我要怎样将十字架的伦理、价值观念带予这个世间？所以，兄弟姊妹，上帝的圣神今仔日咧对咱讲话，伊将一个使命、将一个应邀，今仔日放伫咱的一生头前的路中。愿意的人，你的身边的人就要讲，因真正是。上帝的子子，阿免嘛？你愿意嘛？愿咱伫天父上帝面前，咱甲主讲，主喊马少伊的祈祷，
全世间人拢看到你，主也求你帮助，用你的光放伫我的生命中，互我毋是一支无点倒的蜡条，是一个主耶稣基督用伊的生命所点伫我的内面。耶稣讲我是世间的光，点伫我内面的人，无搁再生活伫黑暗中。咱拢讲咱信耶稣，但是真有可能咱要生活伫真侪的捆绑，咱有可能要搁生活伫一个黑暗的中间，炎炎热热，无够个完全。主怜悯咱，台顶甲台骹的人，咱拢共款，毋是共款黑，是共款。咱要得到愿望，主耶稣要将伊的荣耀、伊的怜悯、阳光来赏赐予咱。这是一个影响我足深的人，我学习伊的讲道，我学习伊的牧会，我真心要听伊所讲过的每一句话。因为有一日伫无意中伫 YouTube 顶悬，我听到伊对传教者的分享。短7分钟，伊咧讲起，人一个记者问伊讲：“你敢会当用足简单的话来建议新学生传道，因一生要安怎学习讲道？”7分钟的中间，我开始注意到这个人。后来我才发现讲，其实这个人有真侪中文的册，早都已经伫咱的台湾出版啦。但是我毋捌伊。这个人一生只有牧一间的教会。这个人一生无结婚，这个人一生活到93岁，亲像喜乐阿嬷，足长岁数。这个人是一生决志要亲像耶稣的人。我要甲恁分享伫伊一生最后公开的讲道题目，就是今仔日的题目：活出耶稣基督。这个人伫伊的讲道中间问一句话。伊讲：为什么咱正教会传福音传遐尼久，但是效果遐尼歹？伊真安静。伊讲：容阮我一个伫世间路、人生路最后已经要结束的老人，甲恁讲一句话。真有可能原因足济，但是其中一个原因是。咱无亲像耶稣，这句话足感慨。咱传耶稣，但是咱敢无亲像耶稣？咱感觉咱做者心咧做工课，耶稣我为着你拼命，但是咱做的敢真正是耶稣？伊看做好。保罗讲，这就是一个错误的热心。这个人是一个真受人尊敬的人。伊伫86岁讲这篇讲道了后，一直活到93岁。伊的一生有真侪真伟大的动作，独只有无一间教会，这毋是啥物了不起的代志。但是伊知影要建立教会，用一生的努力，就无简单。但是伊除了这个以外，伊真努力做一项工作，就是云端的福音事工。所以伫全世界中间有伊的这种的事工，遍传到全世界各所在。这个人影响足侪人，所以有人甲伊叫 John Stott， 这个人特别伫咱基督教，有人甲伊讲伊是基督教的教宗。因为基督教无流行这种教宗中央制度的教会制，但是伊是一个真亲像耶稣的人。所听遐的姊妹，愿咱亲像耶稣，就亲像 John Stott， 亲像韩茂嫂，亲像2000年来历代最的圣徒。因希望亲像主耶稣基督，主帮助咱怜悯咱的教会，这就是伊的讲道。
伊讲愿咱的正教会更像耶稣 ，becoming more like Christ， 愈来愈亲像咱所咧传扬、所咧见证、所咧分享的福音的主角耶稣基督。咱换咱的心讲，主耶稣，求你怜悯我，互我因为信，你踮伫我的内面。主帮助咱恭敬谦卑来问咱家己：我敢有亲像耶稣吗？也这咱毋免甲人回答，咱的上帝知，咱毋免甲人回答，因为亲像耶稣是咱个人的代志，甲别人无关系。别人要安怎甲咱看，要安怎甲咱讲，迄因兜的代志。但是咱欢喜亲像耶稣，是因为耶稣太水了。耶稣的荣耀，耶稣的权能，咱亲像耶稣了后，毋是因为咱的大富大贵，是因为伫咱的内面，咱个感觉，咱有清气性，因为咱的内面有一种满足的喜乐。兄弟姊妹，咱的内面有主耶稣活伫咱的内底，咱就感觉无怨无悔，因为我一生太有价值了。无论人看轻我，无论人看我安怎，迄拢因兜的代志。因为主耶稣，伊的光赏赐互我。亲爱的姊妹，今仔日我毋是要甲咱责备，甲咱抠喙手，毋是。兄弟姊妹，主怜悯咱，这是主对咱的邀请，毋是牧师对恁的邀请。愿咱对心来甲主耶稣讲，主耶稣怜悯我。耶稣所做是咱一生学习应该所做。耶稣所讲也是咱应该斟酌听。讲了拄拄好，无加讲，无减讲。耶稣所想，就是咱想要了解，要知影讲。主啊，若伫即项代志，你会安怎想？主将你的思想、将你的意念放伫我的思想的内底，因为耶稣是一个做父所做、做天父所做、说天父所说、行天父所行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咱的一生的中间，因为信耶稣，咱的生命得到改变。保罗讲：“恁着学习我，亲像我学习耶稣基督。” John Stott 毋免甲我讲即句话，但是伫伊的生命中间，我知影伊学习耶稣基督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咱的生命中间需要有贵人，咱的生命中间需要有互咱尊敬的长辈、信仰分别做成的基督徒。伫咱的一生中间，咱若拄着真两个即种的人，咱的生命袂足无共款。求主帮助咱，免等贵人来，求主帮助你，做你的囝儿的贵人。咱若活出耶稣基督，咱的家庭会一代比一代更较完全。今仔日圣经讲，恁就完全亲像我，这是和合本的圣经的翻译。和合本的中文用完全来讲人的生命的发展，但是白话字的圣经的翻译叫做纯全，意思就是本质清气，无参差，无瑕疵。耶稣讲，恁就完全亲像恁的天父完全的意思。就是恁伫即个世间世俗的中间已经拍垃圾，但是通过圣羊羔的保护，咱要重新正做，白亲像雪。主怜悯咱，这是一个祝福。愿今仔日的题目，愿喊马少伊的祈祷，会当唤起在座兄弟姊妹咱心中嘛感觉，这个祈祷是有价值。主啊，我愿意安尼祈祷。
因为2000年来，所有跟对耶稣的人拢讲：主啊，互我哪来哪亲像你。因也为耶稣基督来活，因为因拢相信耶稣基督为伊来死，伊愿意为耶稣来活。所以，因将旧的主张、将旧的生活习惯、将旧的老我，甲耶稣同定伫十字架顶悬。甲耶稣同定十字架的意思就是，将过去的代志反转过来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懂得科目。一个懂得科目的人，伊读圣经、读句话，拢受祝福。一个心中不在乎的人，伊伫任何的礼拜，伫任何的读圣经的时，遐话，拢亲像参考。愿主帮助咱愿意伫主的面前讲：主，我需要，求你活伫我的内面。保罗是一个真够分享耶稣怎样改变伊生命的人。伊讲：担得我，无搁再是我，乃是耶稣基督伫我内面的活。亲爱的姊妹，什么是耶稣活伫你的内面？什么是耶稣活伫你内面？较有可能耶稣搁活伫我内底。耶稣活伫咱的内底，第一就是咱心中有一个意愿，你拍开你的心门，你敬畏耶稣，你甲耶稣讲：我的生命需要有你，我的生命需要有你。这个耶稣就进入咱的内底。亲像2000年前，搁我的主耶稣对外面透过迄个围墙进入迄个房间，甲伊学生讲：是我，是我。耶稣踮伫咱的内面，第一是因为咱用咱的心灵，用咱的灵魂，咱互主伫咱的生命中间掌权。第二，互耶稣的心思意念做你的心思意念。第三，互耶稣搁我的圣神，耶稣搁我的圣神，踮伫咱的内底。若毋是因为圣神的帮助，咱无人会通亲像耶稣。这是John Stott伊迄篇讲到最后的结论。伊讲：虽然我当决志要亲像耶稣，但是无可能。亲像因为我咧看亲像莎士比亚的这个戏剧，但是迄个舞台剧的中间，我就算做会晓读伊的台词，我嘛无亲像莎士比亚迄种画面。都只有圣神将一种的价值、一种的灵放入咱的内底。咱的生命毋是变做莎士比亚，咱的生命嘛毋是变做一个伟大的人。咱的生命就耶稣基督，甲咱圣别，甲咱圣化。主帮助咱的教会，咱是小小的教会。顶礼拜就有一个人对台中打电话来，伊足好奇，伊讲：牧师，我捌甲我的妹妹去甲恁祈祷，但是恁遐尼细间的教会，恁较会当做直播的礼拜。恁遐尼细间的教会，恁较会安尼。所听的姊妹，毋是咱安尼。然后耶稣基督踮伫咱的内底，咱自然而然就算做无讲话，咱嘛安尼。恁敢听？恁有相信呢？主帮助咱啊，兄弟姊妹，这是上帝对咱的期待。恁就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；恁就顺转，因为我是顺转。咱要甲主讲，主啊，较有可能，牛牵甲北京嘛是牛，猪永远伫
土门的中间滚来滚去，狗改不了吃一个脏东西。亲爱的姊妹，伫人无可能，伫上帝凡事拢有。这是对上帝对咱的期待。愿天父上帝帮咱，今仔日这个课题非常重要。上帝讲我是圣洁，恁就圣洁。话唔通凊彩讲，饭会使凊彩食。刘天父神要帮助咱。对今仔日开始，咱真心中用耶稣基督的思想做咱的思想，用上帝的话做咱的话，用耶稣的意念做咱的意念。照耶稣的方法来做上帝的工，咱真罕慢。但兄弟姊妹，只要愿意，咱的教会本地就是一个真罕慢的教会。但只要咱的愿意，上帝要伫咱中间做工，毋是咱家己咧做工，是无？是无？你愿意互上帝主张伫你的生命中间？用伊的主张做主张嘛？或者你有愿意改变嘛？求天父上帝帮助咱。上帝话安尼讲：我是耶和华，我是你的上帝。恁着家己信，恁着爱有所为有所不为啊！家己信的意思就是家己爱有清气想，因为我是圣洁的。求圣神继续甲咱讲话，这篇讲道今仔日无结束，因为迄是上帝家己的讲道。愿咱真侪圣洁的，主耶稣甲咱讲的话，恁着完全，恁着顺全，亲像恁的天父。耶稣亲像伊的老爸，咱亲像耶稣，咱就亲像老爸。主帮助咱，互咱伫伊的面前。今仔这句话讲，恁着完全亲像天父上帝完全，迄是和本中文的翻译。白话字的翻译该翻做恁着顺全，亲像恁的天父上帝顺全。顺全的原文的意思就是 pure， 更较重要超过 perfect。咱是纯洁的，100%的上帝的囝子。咱无可能，但是若有耶稣踮伫咱的内面，咱毋免勉强，咱就安尼。若咱有敬畏耶稣，耶稣真正住伫咱的家庭内底，咱毋免甲人传福音。歹势，我毋想叫恁拢毋爱去人传福音，毋是迄个意思。你免用话讲话，人就知影你是基督徒。基督徒讲一大堆话，人都无相信你是基督徒。毋是，逐个基督徒拢安尼，毋是。重点是，将所的伊问伊家己讲，咱的教会敢有亲像咱所传的福音中间迄个耶稣？穿水水来做礼拜，无一定是一个清气圣洁的基督徒。歹势，遐这我搁甲恁讲迄个假讲的话啊！主帮助咱伫伊的面前。亲像耶稣，毋是一个伦理道德，毋是一个规矩，毋是，嘛毋是一个律法，绑来绑去，绑骹绑手，迄也袂使做，迄也袂使做，遐这毋是。活伫耶稣基督的内面，才是一个自由的人。耶稣讲，才有真正自由。当耶稣基督将伊的天国的能力、权柄、荣耀、尊贵，享受互咱的时阵，咱的生命内面有一种满足的喜乐。这就是大卫伫伊的诗篇16篇内底讲满足的喜乐。所以，弟兄姊妹，愿上帝对天人将这种天国的画面，伫咱的祈祷中间讲：主啊，我将我生命的杯放伫你的面前，主填满咱，填满什么？互咱的生命内底有一种的谈着稳定的滋味的时，咱知影什么是生命的滋味。主耶稣来到咱的生命中间，伊一种天国的品质、性情、价值观念。对今仔日开始，咱就知影，我的人生的价值是什么？咱的人生的价值是什么？
愿主的神亲自甲咱摸咱的心，因为圣神若摸着咱的心的时，伊毋免讲话，你会知影，对无？当主的圣神若摸着咱的心的时，咱会知影讲，主啊，你毋免讲我知影，我搞怪；主啊，你毋免讲我知影，我糊涂；主啊，你毋免讲我知影，我真世俗化；主啊，你毋免讲我知影，我的信心实在是无够。主若望着咱，咱深深知影，我有亲像耶稣基督吗？主啊，这毋是干那使命，这是我人生的荣耀啊！然后你活伫我的生命中间，我的生命就无荒废啊，袂浪费。求天父上帝怜悯帮赞，懂得渴慕的人就得着，谦卑的人才有法度进入圣殿的门。2000年来，伫传统的灵修中间讲，圣殿的门有一个名，伊叫做谦卑。无谦卑的态度的人，永远进入无法度进入上帝至圣所。主帮助咱用这个祈祷为家己祈祷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，你踮我的内面，免荣耀我。最重要目的，毋免荣耀我。主啊，我互看去要创有啥物重要？独到只有你互人看见，主帮助咱。我毋知今仔日我的讲道是毋是甲John Stott同款，是伫恁中间最后一摆的讲道。我嘛甲我伫人生最后这段时间，每一届的礼拜，我拢真欢喜，嘛真珍惜。我甲伊当做是我最后一摆有机会甲恁分享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请听圣神读互咱听的圣经的话，主帮助咱伫伊的面前。所以John Stott讲这个讲道中间，伊讲到3项代志。第一项代志，独只有亲像耶稣的人，因才会当欢喜。有乐意的灵，伫因的内面欢喜过牺牲、爱与受苦的生命。大家人拢无爱受苦，但是独只有互耶稣基督蒙着的人，伊的生命内底要有一种欢喜做、甘愿受。这是John Stott的第一项，伊伫伊迄篇讲道内底所讲。第二，较无谦卑、追求、愿意亲近耶稣基督的人，因为生命要有2个记号：圣洁、顺转。第三，伊伫伊的讲道最后讲，无人有法度最完全的人，嘛无人会通单独。要学习成做耶稣基督，亲像耶稣的人。伊讲独只有圣神的帮助。John Stott是一个真敖讲圣神同在的人，伊真捌圣神，所以为着要听圣神的话，伊暗时要困的时候，伊的门床头顶悬边仔放一本笔记本，细本的。伊讲，伫我咧困的时阵，圣神常常伫梦中对我讲话。以前我听咧，因为爱困，就甲伊当作梦中的一句凊彩话。直到有一日，伊发现讲，上帝圣神伫梦中所讲的话非常重要。
所以开始养成一个伫传统灵修2000年来古老的灵修传统的一个习惯，就是写梦的日记的一个人。因为伊对真侪的老神父、古早的圣徒，因看伊日记的时阵，伊发现2000年来真侪伫修道院咧追求耶稣基督的人，因有的人有迄个习惯，就是会将伊的梦改做记录落来。John Stott 就讲，这是我的理性，用人的言语对上帝讲话。但是伫暗时我的梦中，我啥物拢毋知，没有意识形态的事。上帝的圣神对我讲话，伊咧讲起当人完全降服，当人完全放落家己的事，伊只要我都听到圣神的声。愿上帝祝福咱在座兄弟姊妹，愿恁伫一生中间，因为听见上帝的话，欢喜快乐。主帮助咱。保罗安尼讲，当我已经甲耶稣基督同定伫死皮架，今仔日的我无搁再是我，乃是耶稣基督踮伫我内面的我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你愿意将你旧的生活习惯，甲耶稣同定伫死皮架顶悬吗？求主帮助咱。伫人无可能，但是上帝凡事拢会。主帮助咱脱胎换骨，但欢喜迎接一个新的荣耀。主耶稣今仔日互我，因为信上帝的圣子耶稣基督来活，这是保罗伊的信仰告白。我因为相信耶稣基督，所以这是我的一生。伫我的肉体，如今在肉体活着。愿主帮助咱，原本咱的肉体是生活伫世俗的环境的内底，但是今仔日，咱虽然生活伫这个世间，但是咱无属这个世间，咱当心来祈祷。求主怜悯帮助阮，伫阮火热感动的心智内底，甲主你同行。主赏赐阮属灵的脚，互阮无丢除一个等。对今仔日开始，互阮展翅上腾，甲你同在，飞到世间的路尾。飞到海的极头，飞到山尖的所在。主祝福在座你所有的囝儿查某囝，互因听会明白，赏赐圣神，帮助阮的心思意念，愿伫你的面前同心祈祷。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，阿门。
即是咱逐个来吟圣诗，来应答上帝听。圣诗412首，我爱学主的款式。圣诗412首，请起立吟全首。请坐，只是请准备心来奉献。
这请坐，今日请陈牧师。也这咱用这条诗歌来做咱的祈祷。伫直播中间，甲咱网络顶观的兄弟姊妹3000安，也用这条诗歌为着这礼拜有2个手术在恢复健康安美的囡仔，以及演教授，咱也为着咱年中的长辈，甲身躯欠安的兄弟。咱用这个诗歌，咱做咱的祈祷。耶稣听你，愿主耶稣的听，进入咱的生命中间。一生中最大的福分，就是耶稣永远听，求咱众人脱离黑暗的关系，脱离黑暗关系，带咱进入光明的中间，进入光明中间。耶稣听你，伊会救你。耶稣永远听你。今仔是过清明的节气，有真侪兄弟倒来伫咱故乡咧扫墓，真欢喜，咱做伙敬拜上帝。嘛有一个过去捌来过的李姐妹、李弟兄吼，伫咱遐因捌第3摆来，咱欢迎因。因应该是住伫外地吼，但是因是德东人，咱真欢喜，伊甲咱做伙做礼拜吼。搁有就是黄明生医师因的家庭，伫咱中间甲咱做伙做礼拜，咱欢迎因甲咱做伙做礼拜。敢有这边有？哈？什么呀？哦 ，Mariko， 优先，咱家欢迎因结婚吼，伫日本完成结婚吼，咱足欢喜因吼，前回伫咱中间 Mariko 出来是订婚的事，伫咱遮订婚礼拜，因已经伫日本完成因的这个婚礼吼，咱足感恭喜吼，God bless you 吼。恁若有看到佑轩的这个 Facebook， 恁知因最近因2个夫妻同台吼，伫台中中心大学做伙唱迄个《茶花女》的款，对吧？感谢上帝吼。敢有其他的兄弟？邱雄老师伊去游山玩水，真正游山玩水吼，太久啊！我甲讲平安回家真好吼。咱欢迎就这样伊去纽澳将近半年的时间，真正游山玩水吼。有真侪人看到伊的相片，拢心袅袅。有一个叫做这个林老师，伊讲：我要跟随，伊不讲伊要跟随耶稣基督的脚步啦，伊讲要跟随这邱雄的脚步啦。敢有其他的？咱用眼光吼，甲咱身边的人讲，耶稣听你，咱行平安礼，咱甲咱身边的人讲，耶稣听你。向日葵宝贝哈，向日葵学院的同学哈，今仔日的蔡牧师个专工再一来哈。蔡牧师专工再一来吼，我看到蔡牧师吼，好，咱做伙来祈祷吼，咱来为着身躯欠安的人，咱行平安礼了，咱来为着这礼拜手术的人吼。天父上帝，阮真少年温良子牧师娘，也少年安美节的公主，阮嘛少年恩教授啊，阮恳求天父上帝，互因伫手术了后咧恢复的过程。主你温上加温，照顾因欠安的身躯。主阮嘛为着所有阮的教会年长的长辈，当阮行平安礼时，阮恭敬将阮的士大人因交伫你的手中。
主特别伫即个清明的节期，是阮慎终追远，阮的少年真人，少年过往的亲人。但是阮嘛要伫主你的面前来期待听候，搁偌济的临到。主你后礼拜，互阮将这的灵魂伫空中的侪先人，伫灵界，伫阮的心中，阮拢将因仰望搁我的主耶稣。愿你所应允的，既然信你的人，永远袂死，搁要伫主你的内面享受永远的恩望。主愿你互阮伫生命中间，知影怎样来活落去，也知影怎样为着将来永活来做学习。求天父上帝怜悯帮掌管。主愿为着即礼拜你互阮的教会一个真甘甜的亲子运动会，是阮久久无活动的。主愿感谢你，互阮以快乐的心来完成即个活动。求天父上帝帮助阮所有的兄弟姊妹的家庭，阮有好的亲子关系，阮的家庭真做一个上帝所祝福的家庭。主愿伫你面前行平安的事，阮当心为着将来，为着阮的家庭，也为着教会，恳求主你施恩赐福。祈祷我个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下边咱来为着生日的人祈祷。咱的数学老师有来无？有啊吼。咱来为着生日的人来祈祷。100分钟射箭，吼，哎呀，汉这啊，吼，咱做伙来祈祷。主，阮伫你的面前，为着即礼拜生日的阮的兄弟姊妹来祈祷。主因带着渴慕的心，徛伫主你的圣殿内，当因抬头仰望主你的时，主求你用稳定的油抹伫因的头壳顶，互因捧起因生命的杯，伫上帝你的面前来领受上帝你所赏赐福杯满溢的祝福。专将因的生命交伫你的手中，愿你的圣神进入因的生命中间，互因伫过来365日，用敬虔的心甲主你同行，享受因智慧的心，成做一个好的生命的关键，也享受耶稣基督带予因丰盛的活命。专伫你的面前同心祈祷，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，阿门。耶稣爱你们，生日快乐！咱来请 Mariko 甲佑轩恁来中，吼，咱来为着因来加入咱的教会，咱来祝福因，咱来祝福因。来 ，We pray together。主，阮伫你的面前足欢喜，你的囝儿查某囝。因伫信的中间三结连，成做夫妻。主，阮深深看见佑轩伊认真的态度，伫上帝你的面前为着因的婚姻所做的陪伴。主，阮真欢喜，因已经伫主你的面前完成这个神圣的礼拜，也倒来到伫台湾。主，阮恳求你照顾 Mariko， 互伊。伫新的国家，伫新的文化，伫新的人生的道路顶端，主你接纳伊，互伊带着上帝查某囝的名分，伫阮的中间来分享甲见证上帝你的慈爱。主你保守因的婚姻，无受到任何外来的侵犯搅扰。主你将你的疼结连，互因一生一世享受主你的疼的同在。主你互因一生有生命的歌，为着主你来唱出因荣耀主爱。愿伫你面前，奉你的性命来祝福因的婚姻，恳求天父上帝祝福因到一生的路尾。我咱来恳求祈祷，我个耶稣的性命，阿门。你说给他听，我的祷告。好，拜拜。就像咱来祈祷，吼，咱欢迎伊回家，吼，咱以后有机会再请伊甲咱分享伊
看到上帝所创造各种的美丽，吼，咱做来祈祷。主，你带你的囝儿平安倒来到厝，阮伫你的面前，为着伊来感谢你。阮恳求天父上帝，你予伊不但游山玩水，伊的人生的道路越来越精彩。主，你予伊常常将耶稣基督放伫伊的心内，甲伊的家庭。愿天父上帝不但祝福伊的家庭，也祝福伊两个宝贝囝。主，你恩典就是福音。进入到因的世世代代，主，阮欢喜伊平安倒来，阮伫你的面前为着因的平安来感谢俄罗你，基督我个所圣名，阿门。咱来请师会来报告吼，兄弟后礼拜是过偌济吼，咱即礼拜是咱的习惯甲咱的传统，咱的教会逐暗拢有祈祷会吼，恁会当来参加，恁嘛会当家己。自发性的吼，你若愿意禁食祈祷，恁就家己采取学习吼。禁起来祈祷对咱的灵命有足大的祝福吼。禁食祈祷最大的好处就是学习节制，吼，学习节制，甲分别为圣吼。恁若有需要这方面牧师甲恁做解说人，恁私底下找牧师。即礼拜是咱的受难周，莫过头车花吼。搁偌济咱做伙修圣餐，但是今年搁偌济没有红蛋，吼。今年的生活搁偌济，恁家己当厝里咱来分别为圣，家己煮恁的红蛋吼，因为真正是买无能啦吼。这段时间到圣神降临节吼，这段时间到圣神降临节，咱的教会是一个灵修的节期吼，咱做伙来起这个祈祷的这段。平安节过哦，迄个昨昏就人咧甲陈老师预约吼，讲下半年度来个体态吼，其实陈老师早起开始就受伤吼，血流不止，我大概有无代志？不是流鼻血啊？不是，手啊，咧搬道具严重一个吼，一直啦，真感谢上帝吼，我伫拜五甲牧师去场地的时阵，咱这段地区教会附近有足侪迄个暗光鸟，即马暗光鸟拢叫伫迄个风雨篮球场呀，所以我去看的时阵，风雨篮球场边啊，全部拢是大便哦，我是讲惨啊，这时间吼，但是伫礼拜六透早4点开始落大雨，落大雨，甲遐，结果阮7点去布置的时阵，伊周围遐大便哦都不见了。实在是感谢上帝吼，给咱预备个很好的在风雨中的风雨篮球场举办，大家拢过了一个很快乐。我即个要报告的是，咱今年第一次爱餐，因为拄好碰到联系假日，所以咱即礼拜有爱餐吼，咱今年第一次的爱餐，所以咱就请咱大家留下来共同来享用。这个爱餐的预备吼，挺浪漫哦。有春天的蔬菜汤，搁有就是白色的喜宴，我唔知哦，这等下你去听你就知影到底是啥物物件吼，欢迎大家留下来。这是我的报告，请咱做伙看周报。顶周聚会，最礼拜出席66人，现金6630块。主日学出席5人，现金261块。祈祷会出席7人。本周聚会最礼拜拜日9点半伫礼拜堂，祈祷会拜3 8点伫礼拜堂，青少年团契拜6 7点半伫教育馆，查经班拜6 7点半伫线上，圣港服侍后礼拜诗会请张世聪执事。领诗请郭玉玲姊妹，司琴请刘一鸣兄弟，书宪甲招待我本人甲陈美秀执事，爱餐暂停。先讲读经表，请咱照这个顺序落去灵修。集体交通，第一，本礼拜是受难周，邀请兄弟
重视即个礼拜用祈祷亲近耶稣。本周教会有暗祷，拜一到拜四，以及礼拜六、拜五暗二林区受难周联合礼拜圣餐，地点伫喜乐保育院，请家己前往，也是礼拜暗时来教会7点半出发。第二，国庆节二林区朝阳礼拜，下早5点半伫王景渔港王景美食广场5点，咱要对教会出发。第三，主日礼拜后有中集会，请中集出席。第四，4月初9国庆节有圣礼典，请兄姐有微心共领圣餐，也领受互耶稣基督国外圣神。第五，请为着生日的人来祝福祈祷。奉献报告，请咱家己看，若有错误，请会计人员来更正。代祷事项：第一，为着台湾甲世界度过武汉肺炎感染期来代祷；第二，为着新生欠安的丁丽华、庄严、詹达、庄仁聚、黄宏仁，以及为教会所有长辈健康平安来代祷。第三，为着教会青少年身心灵甲课业来代祷，为着新学的来代祷，升大学有硕恩、意义甲名誉。第四，为着适婚青年的婚姻来代祷。第五，为着姊妹教会代祷，富林教会、集集教会以及道科大教会。以上，这时咱来吟上英圣诗513首，愿主赐福保护你。圣诗513首，请起立吟全首，吟诗煞，请曾牧师祝祷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天父上帝的主爱、圣神的感动，相通扶持，甲恁众人三角地地，对即时到永远无尽。阿门。大家请坐，默祷闭会。